拜利亚洛。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is the 73 kg class competition of kickboxing. Chinese boxer Xiao Jie versus Kazakhstan boxer Magan Belyalov. Now let's welcome the blue corner's boxer Magan Belyalov. 好，首先我们请出蓝角选手，他是来自哈斯卡的一位铁骑 Magan Belyalov。 好，现在我们第4场的比赛开始了。哎，先出来的是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曼尔干拜利亚，身高1米82，体重73公斤，战绩17战14胜3负9次 KO 对手啊，这个战绩非常厉害啊，他有9次 KO 对手的这个比赛。 那说明对方的这个，要不就是拳很重，要么就是腿很重。对，哎，或者可能他的膝也很危险。从这个肌肉类型上看，这个运动员这个力量应该是很大。对，应该是力量型。哈萨克族的这个运动员，这个哈萨克斯坦，我估计这个运动员应该也是哈萨克族。对，战斗民族。 以前我有跟他们这样的运动员一起训练过，就在 MMA 的时候，哎，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好。现在出场的是我们的肖杰，中国选手，身高1米76，体重73公斤，战绩2014年全国锦标赛第3绰号苍狼。 自由搏击73公斤级，中国肖杰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曼尔干拜利亚洛夫的比赛即将开始。好，第1回合比赛，哎，马上就要开始了。 红方是我们的中国选手肖杰，蓝方是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哎，曼尔干拜利亚。好，又开始。我们这个中方选手肖杰呀，这个身高，这个本身的一个这个后蹬腿。 看我们这个哦，这腿很重啊，很重很重，速度很快，很突然。对，这个难道又要出现 KO 吗？哦，一击腹，应该打的是肝的位置。哎，哇，太快了。我们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运动员啊，力量非常大，爆发力很强，爆发力很强，拳很重。你看他的 KO， 看他 KO 过9次嘛，他的拳很重啊。哈萨克斯坦的拳击技术也非常好。哎呀，这场比赛太突然了，真是意料不到啊，没想到。俗话讲叫拳不打力啊，有技术。其实，在 MMA 里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看 MMA 的人也看到，就有一种拳叫肝脏拳，哎，就是说你的拳打到去奔对方的肝的位置打，哎，打到之后呢，就会造成对方身体严重的这个受创，哎，身体痉挛，就立刻倒地，哎，估计可能对方的这一记勾拳啊，满放，先是踹了一脚，转身的蹬腿，这一脚就很重了，对，这一脚已经很重了，对，然后紧跟着又踹倒了，对，我估计这2下对我们中山者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啊！看这个一个左手的这个前手的一个平勾击腹。中国肖杰和哈萨克的选手迈尔干布里亚洛夫比赛。我们这个是中方运动员肖杰呀，我们在14年的全国锦标赛拿过第3名啊，成绩也非常好。
恭喜我们的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啊，不愧是战斗民族，哎，很彪悍。看非常礼貌的来到中方这边，向中方的这个教练员，哎，还有我们的裁判啊示意，哎，行礼。其实，在比赛中啊，我们都是友谊第一，哎，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比赛的过程是体现了双方运动员的这种拼搏的这种意识。好，请江董事长为2位戴上奖杯。马尔丹和里奥夫获得冠军奖杯。同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中方运动员冯姐、肖姐，送给肖姐，谢谢。恭喜！这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的这个教练，哎，很高兴。里奥夫作为哈萨克的一位优秀选手，可以说今天比赛开场一骑绝尘，开场也是刚刚进行了不到第1回合一半时间，他就将对手击倒在地不起。